屬雞嘅朋友咧喺馬年裏邊咧，因為有太陰星入命啊。如果屬雞嘅朋友係從事一啲咧女性行業啦、美容工作啦，咁都係相當發揮嘅。咁今年咧女貴人就特別旺嘅，可以留意下身邊咧有冇啲女貴人可以幫到你啦。加上有天月貴人喎，太陰已經係女貴人啦，再遇到天月貴人咧，可以話貴人之手啊。所以今年屬雞嘅朋友咧，不妨咧多啲不恥下問，盡量咧就扮豬食老虎。咁啊，今年咧其實可以借助到好多外力去幫自己，令到自己事業上面咧就更邁進嘅。至於感情方面咧，因為太陰係代表女性嘅，所以男性咧就佔優勢。不過女性屬雞嘅朋友咧都唔使灰心啊，因為今年咧有紅鸞星入命，紅鸞就主嫁娶婚姻嘅，所以如果要拉埋天窗或者咧揾對象屬雞嘅朋友咧，今年咧或者咧有意外收穫嘅。但喺財務方面咧就要小心啦，因為有冠朔同勾神星，冠朔咧本來就係代表住咧掛起一啲銅錢將佢串連嘅。咁但係喺呢度嘅解釋咧，就代表一啲財務嘅糾紛，甚至乎咧財務嘅爭執嘅。所以錢銀方面咧，千祈就要量入為出，亦都要注意合夥嘅時候咧，就容易出現爭拗問題嘅。如果要加倍旺桃花咧，可以留意下家居嘅東南位啊。東南咧就九紫喜慶星度啊，所以咧就會旺人緣啦、旺姻緣啦，甚至乎交際力咧就特別強嘅。咁一般咧就會放紅紋石啦、紅水晶啦、紅瑪瑙啦，甚至乎咧放9支鮮色嘅花。最好嘅花咧就真係要百合啦，因為代表樣樣都合得嚟，就情投意合啦。